家野孩子呀，没点规矩。这还是太皇太后好，不像皇上，就知道欺负奴婢。哀家听说你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当着那么许多的大臣们的面，打了皇上一巴掌，是吗？哀家着实的恼怒啊！没想到，就像皇上说的，你只不过就是一个不懂规矩，而且呢，还对皇上有恩有义的一个小傻丫头。所以太皇太后，您的意思是，可以饶恕奴婢啦？不，你毕竟打了皇上，你这叫犯上啊！要是对你不进行惩罚，哀家和皇上的威严何在呀？太皇太后，您还要罚奴婢啊？哀家对你呀，是死罪可免，活罪就不能饶啊。这么着吧，你哪只手打了皇上，那就伸出哪只手来，就得挨打50手板。太皇太后，我爹跟师傅从前总打我手板，我都打怕了，能不能换一个不打手板啊？死罪都给你免了，你还在讨价还价呀？不是，奴婢不敢还价，只不过奴婢是用右手打的皇上，可是奴婢这右手受了伤，还缠着绷带呢。太皇太后，您看。是啊，皇祖母，奕欢手上的伤啊，还是为了救孙儿，被鳌拜用匕首给刺的，这伤口又长又深，这血好不容易才止住的，现在还没愈合呢。那就伤好了再打。太皇太后，您就饶了奴婢吧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这样吧，哀家呢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哀家出3个题目，你要是答对了，就免去这50手板。考试啊？奴婢最怕考试了，能不能不考试啊？你这个小丫头啊，又怕死，又怕挨打，又怕考试，那怎么着？那是挨杀头呢，还是挨打呢？还是硬考试呢？那还是硬考吧。不过太皇太后，您出的问题会不会根本就没有答案啊？哎呀，哀家怎么用这种方式来对付你这个小丫头啊？哀家出的题目是有答案的。是，太皇太后息怒，是奴婢小心眼儿了。那请太皇太后出题吧。告诉你小丫头啊，这后宫之主是皇后，就由她来出这3道题。1个时辰之后回来再考你。是，谢太皇太后。皇祖母，你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李奕欢那个狐妹子了？不放过她又该如何呀？就算是灭了她，你想想，皇上也不会亲近你，更会疏远你的，哀家也会遭到一生的怨恨的。那您就不担心李奕欢继续留在宫中祸害皇上？开始的时候哀家也有担心，可后来一见到这个李奕欢呐，她只不过就是一个鲁莽的小丫头而已呀。皇上也就是少年心性，找一个新鲜有趣的玩伴而已。所以哀家呢，想放他一马，等待以后视情形而定吧。既然皇祖母都这么说了，那妾身就暂且忍耐了。哀家出了这3道题，一是为了考量一下这李奕欢，2呢也好给皇后一个机会。现在呢，这前面这2道题呢就由皇后来出，最后这道题由哀家来把关。
好，这第一道题呢，你要用一根绳子，把这块冰从这个碗里挪到那个碗里。这么简单啊？不简单，条件是不能用这根绳子拴住这块冰。那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帮忙吗？可以呀，但是只能用一只手，这只手呢还不能碰到那块冰。黄祖母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只能用一只手，又不能接触这冰块，那怎么用这根线把这个冰块挪到那个碗里去啊？皇上啊，若是这丫头认输的话，哀家就让李总管给你做个演示。可是这50手板，你就着实的挨上了。皇祖母，这易欢手上还有伤呢。那伤好了再打。皇祖母，这个易欢要是实在办不到，能不能看在孙儿的面子上，给他换一道题啊？哀家是一再让步啊，已经给皇上足够的面子了。皇上，不用再替奴婢求情了，奴婢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真的？你确定啊？请太皇太后跟皇上给奴婢一点时间，奴婢要去拿一样东西。可以呀，不过你得快点儿，不然的话这块冰就化了。谢太皇太后，奴婢告退。哎，谁家野孩子呀？没点规矩！让开！哎，这孩子，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来？这冰都快化了，你想出来办法没有？奴婢想到办法了。好了，稍等片刻就可以了。这丫头，没想到居然用这个法子。你这罐子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奴婢抓紧一切时间从御膳房拿了一罐盐。哦，朕明白了。朕以前学的功课里边也有这一门知识，只不过刚刚情急没有想起来。易欢，想不到你还挺博学的。皇上千万别夸奴婢了。从小到大，奴婢不喜欢好好学习，但是什么都学，只会那么一点点，杂而不精，跟博学二字万万沾不上边儿。奴婢之所以知道这个办法，是因为小的时候，在冬天啊，奴婢喜欢跟自己的哥哥用盐水呢冻冰人儿，所以才知道这个法子的。好啊，小丫头，这第一道题就算你过关了。哀家接下来再考你第2道题。你数数，横着数多少，竖着数多少，一共多少个铜板？数数。回太皇太后，横着数有4个，竖着数有5个，一共是8个铜板。好，你就从这8个铜板里头拿出1个铜板来，把这2列铜板变成都是5个。啊？可是这不对啊，横着就
变成我，竖着变成4画。哀家给你一炷香的功夫，你要是再猜不出来，那就算你输了。完了！小的时候，奴婢不想好好学习，老在师兄师姐面前捣乱，而师傅们总是吓唬我，把戒指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这下好了，以前没挨多少打，现在又全给补回来了。太皇太后，您只说了只能移动1个铜板，但您却没有说不能重叠。您看奴婢做的对不对？哎呀，小丫头啊，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还是有人帮衬你作弊呀？太皇太后恕罪，其实是皇上先想出来的，然后告诉了奴婢，奴婢才说出答案的。你这丫头，朕好心帮你，你还出卖朕。皇上，对不起，如果这道题没做出来是小事儿，但是如果因此欺瞒了太皇太后，那可是犯了大罪。皇祖母，其实呢，孙人也就是摆了个手势，不能算是作弊。再说了，这道题啊，它本来就简单，孙人就算不提醒易欢，易欢他自己也能想出来的。你这易欢小丫头，她若是不承认，你皇上也不承认，那哀家再怀疑也逮不着你们的把柄。罢了，就看在你这小丫头诚实的份上，这道题就算过了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您人真好，就像画里走出来的观世音菩萨转世似的。净说漂亮话。好了，哀家呢，接下来再给你下第3道题。不过呢，皇上，你就不能再度的帮衬作弊了。孙儿明白，这第3道题，孙儿绝对不会再帮他作弊了。你如果再作弊，当然也算输。这第3道题，小丫头，你听好了啊，什么事情别人都能做得到，偏偏你自己做不到。这个嘛，奴婢知道了，除了奴婢，其他人都能杀了奴婢，唯独奴婢自己不能杀了自己。好，这个答案好。皇祖母，这一关易欢算是过了吧？哎呀，皇上啊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你想想啊，一个好好的人，他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去杀人呢？当然了，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杀自己，只是呢，看他愿意不愿意杀自己。所以呢，这个答案不对。这道题的答案不对啊？当然了，这个答案呢是需要有人来演示的。太皇太后，奴婢现在脑子都成浆糊了，实在是想不到答案。看来你是自愿认罚了。皇祖母，孙儿也不敢再为易欢求情了。孙儿只是希望你能多给易欢宽限1日的时间，让易欢自己回去好好想想。好啊，那就看在皇上的面子上，就宽限你1天。为了不让别人给你帮衬作弊，哀家就要把你留在慈宁宫1天。待到明天这个时辰，你要是再答不上来，那就要着实挨打了。谢太皇太后。李欢这个小丫头真够机灵的啊，轻而易举的就解了这几道题。原本妾身出的第2道题是可以难住李易欢的，如果不是皇上相助，只怕他早就输了。皇后不要这么想，即使是皇上没有相助，这李易欢他也会答得出来的。
只不过是呢，多花些时间罢了。幸好皇祖母出的第3道题把他难住了，就算他想了3天3夜，也未必想出答案。只是，又怕这一夜之隔，又有人给他送答案去了。只要皇后你知道哀家为什么出这3道题的目的，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计较结果呢？如果这李易欢没有想出这个答案来，那作为皇后你该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结果呢？老爷，带龙大人去逍遥阁。大人请。哎，龙大人，哼，还是没有别的意思。给大人拿着。是。龙大人，这个龙大人也太不讲规矩了，受了咱们那么多好处，还这么咄咄逼人。秋桂啊，看来下面就要指望你送的这个美人儿收服这个龙大人了。放心吧，老爷，弟弟这次挑的美人呐，可是绝色美人，就等着龙大人上钩了。只要咱们抓住了他的把柄，看他装什么假正经。可是，就是怕他不咬钩啊！怕！那就一不做，二不休。哎，易欢呢？啊，易欢晚上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，我让他回舒府了。你先去前面等我。是。主子，主子千万沉住气，否则今晚我们都不能全身而退了。万姑娘，钦差大人随后就到，你可要小心伺候啊。放心吧，裘老板。如今小女子已经没有了依靠，也想着能讨钦差大人欢心，谋个出路。万姑娘色艺双绝，我相信钦差大人一定会对你动心的。你先准备一下。大人，到了。龙大人，这就是逍遥阁了。这逍遥阁建的还真是别致，这琵琶弹得更是动人。本官还从没听过这么美妙的曲子。这逍遥阁内的布置啊，更是别致。曾经有一位京城来的姓张的大人，他一连在阁内住了1个月，都不想出来了呢。
这么说，这个逍遥阁是一个能让人乐不思蜀的温柔乡啊。我家大人为龙大人准备的礼物就在阁中，还请龙大人独自一人进屋领取。哎，护卫大人，你还是先去耳房待着吧。这不到天亮啊，估计龙大人是不可能出来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家大人给龙大人的礼物，您先收好了。护卫大人，这边请。什么？你是说这龙大人就是那一伙神秘的客商？没错，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此人气宇不凡呢。杨参将跟他发生冲突，我还帮忙拦着来着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杨八总是被这龙大人一伙所杀了？应该是错不了，其他人没这么大本事，更没这么大胆子。淮阳村那10余个不肯搬迁的刁民，也是被他们藏起来了。老爷，我看这个龙大人不怀好意呀。如果说我们连这美人计都失效的话，那看来我们只有是铤而走险了。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呢。老大，你怎么是你啊？怎么就不能是我呀？我是你老大，当然不能让你做美人计了。祥和，本来你就有伤在身，还未痊愈，本不想辛苦你。可是我看这龙三的护卫个个都是一把好手，一般的兵士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大人放心，卑职的伤不碍事。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一会儿呢，见势不妙，咱们立刻动手。祥和呀，你不要管别的，你就负责缠住那个李
老大，你什么时候会弹琵琶了？我一直都会啊，我不光会弹琵琶，我还会弹琴呢。我知道你什么都会，可是你不说你什么都学而不精吗？你这琵琶弹的可比宫里的乐伎要好多了。我那是谦虚啊。那就给我弹一曲呗。再弹一曲啊？好啊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个弦断了，弹不了了。怎么这么巧啊？老大，那刘德昭给我准备的美人呢？别找了，被我迷晕了，藏起来了。藏哪儿去了？哎，刘德昭准备的一定是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，你让我瞅瞅呗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见到她。为什么呀？老大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怎么可能会吃醋呢？我知道，你平时就是个色狼，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乱了分寸。你要是被色了，那你一世英名就被毁了。我怎么平时就是个色狼啊？我要真是色狼的话，早就把你给吃了。既然你都叫我色狼了，要不然我就把色狼这个名声给坐实了吧。干什么呢？你这是咸猪手，不，咸龙爪，离我远点。什么？强效催情香？没错，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你干嘛这么色眯眯的看着我呀？我可警告你啊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就只是聊聊天、吹吹牛，一直到早上，你就一脸满足的出去，然后我这边呢，再悄悄把美人弄醒，一切都万事大吉了，知道吗？一脸满足的出去，这聊聊天、吹吹牛，还怎么一脸满足啊？这我可演不出来。老大，你身上好香啊！那些池子里的花，应该和你身上的味道一样香吧？你干什么呀？老大，你看这浴池这么华美，长夜漫漫，要不然一起共浴吧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老大，我是你小弟，我们都可以同生共死，同甘共苦，一起共个浴又怎么了？龙小弟，你干什么呀？外面都是人，如果看到的话，看到咱俩就完了。刘府里的人都已经避开了，没有人会发现。不行，外面全都埋伏着兵甲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我们俩小命可就都玩完了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龙小弟，想不到这个钦差大人
原来也是个色鬼。还好是一环妹妹身手好，要是换了我，就只能以死来保全清白了。真难为一环妹妹。原来叶欢妹妹和这个钦差大人早有私情了。春秋两岸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守我乾坤。这强效催情香药效十分了得，任凭你什么贞妇烈女都抵挡不住。你手上可有解药？没有。不过，裘贵好像说了一嘴，要破此香，最有效的方式是痛。痛，没错，痛。待他们药效发作了，你趁机潜进去，用重手法电他们几处最生痛的穴道。如此，他们应该可以清醒。好。主子，易欢是许配过人家的，不可能跟着主子过一辈子，还望主子克制自己，千万不要一时冲动，做出有损易欢名节之事。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守我乾坤。卑职听到阁中不断传来调笑之声，还有追逐嬉戏声，后来还有落入浴池的溪水声，还有女子呼痛的娇呼之声。看来龙大人兴致很高。开在眉间，弹千秋。其实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你别再说话了，我们觉得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刘德昭在这香炉里放了催情香，你们刚才都中招了。催情香？难怪我刚才只觉得意识模糊，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一时之间寻不到解药，只能用重手法点了你们几处痛穴，刺激你们清醒过来。还请主子恕罪。这次多亏了你及时赶到，不然易欢将来只怕会恨我一辈子。欢妹，你刚才也中了催情香，才会乱了神智，我不怪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可是有夫之妇，千万不要做出玷污我们李家门楣之事，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更不要害主子落下一个夺人之妻的恶名，有损他的威严。不过，刘德昭安排了人在外面探听阁中的动静。刚才你们那一番闹腾，反倒会让他们放心。你们现在都已经清醒了，我也得赶紧离开了。
免得被他们发现，坏了大事。义父，我看这帮黑衣人不像是普通的盗匪，目的也不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和马匹，倒像是一批训练有素的杀手，处心积虑置我们于死地啊！是啊，他们好像很了解我们的行踪，特意埋伏在我们通往玉八赞营地的必经之路。难道我们的行踪暴露了？不好！李氏兄妹真有可能是图谋不轨的贼党。你是觉得这帮杀手是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派来的？咱们此次调兵，可谓是十分隐秘。这些杀手是如何知晓的？这李公公在宫里30多年了。丽萍是舒总兵的女儿，其他侍卫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霸气子弟，他们个个来历清白，绝不会勾结杀手暗害我们。只有李氏兄妹，他们俩最可疑。义父，如果说李建清和李易欢兄妹是乱党，那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置我们2个于死地，恐怕皇上有危险。都怪我！我不该听皇上的，什么还要去调兵？我应该死谏皇上，让他赶快回京才对。现在也没有办法，那我们该继续调兵，还是回去见皇上？他们跑不了太远，快跟上！不好，我们快跑！都10多天了，这索额图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呸！乌鸦嘴！主子别担心，我已经安排2个侍卫兄弟去打探消息了。也不知道这索额图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易欢，要不然你们把刘德昭送给我的那些金银财宝，想办法换点粮食来赈济那些灾民吧。龙小弟，我本来就这么想的，但是我不好意思说，没想到你也这么想，果然英雄所见略同啊。欢妹，你又不知轻重了，怎能跟主子并称英雄呢？哎，无妨，在我的心里啊，易欢一直是一个巾帼英雄，有眼光，有度量。主子，这件事情万万不可啊！如果拿刘德昭行贿的金银珠宝去买大批的粮食，就会引起刘德昭和裘贵的注意，他们一定会识破主子跟他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说不定他们会铤而走险，向主子您下手，强龙难压地头蛇呀！李公公说的没错，刘德昭一定安排了诸多眼线盯着我们。眼下索大人情况不明，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。我们顶多在城的东南西北各设一处粥棚，但不可再大肆赈济灾民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等担待不起。你们说的对啊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一时的赈济只能缓解眼前的灾情，而不能一劳永逸。只有我顺利地回到了京城，才能肃清吏治，以后让全天下的老百姓免遭刘德昭这样的贪官荼毒。主子，您能这么想就对了。天大的事情，也没有主子您的安危重要啊。易欢，咱们现在有银子了，你什么时候啊，把你跟丽嫔当的那些首饰给赎回来吧，要不然回了宫里啊，又要向我多讨点利息了。刘小弟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会精打细算了啊。裘贵啊，这龙三那里现在有什么异常啊？没有，他就是在城里多设了几处粥棚，然后12个时辰不间断的施粥。哼，此人果然是一个卖直取忠之辈呀！哼，还真会收买人心。哎，万苏那里他现在去的勤吗？哈，勤着呢，每晚都要去2个时辰，
只不过他不在那里留宿，最多每天3更他就离开了，而且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先穿着便装走后门。他跟万苏幽会的时候，除了那一个丫鬟，就是李护卫，其他的人也近不了身呢。看来此人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，难怪这年纪轻轻就可以爬到如此高的位置，还受到了皇上的宠信，做到了钦差，后生可畏啊！有什么后生可畏的呀？他现在是财色兼收消停了，想想他当初拿枪做事的样子，我就恶心。哼，恶心，恶心什么呀？如果这个龙三他不好色的话，我们拿他还真没办法。哼。孟护卫，这个龙大人每次都是午夜来，3更离开吗？是的，舅老爷。大人这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啊。他一天不离开太原，咱们就一天不能放松警惕。你还是要盯紧了。卑职明白，舅老爷放心，我一定盯紧他。辛苦你了。老大，那日在逍遥阁里面，我听到的琵琶声也是这万苏姑娘弹的，不是你吧？又被你给揭穿了。我就说嘛，就以老大你这性格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半刻钟的热情，怎么可能弹出这么一手好琵琶嘛？我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啊，吹牛啊，所向披靡啊。说到吹牛啊，老大你谦称第2，没人敢称第1啊。老大，我虽然吧没见过这个万苏姑娘的脸，但是吧，我就看她这个朦胧的身姿和她弹的这一手好琵琶，一想啊，她就是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子。你说我每天晚上坐在外面喝茶，完了空担着一个风流好色的名头，我多亏呀！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呢，先回避一下，好让我真的一亲万苏姑娘的芳草。不行啊。为什么？这万苏姑娘是刘德昭送给我的美人，我假戏真做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我就算真的看上她了，我回头带她回京就好了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你吃醋了？我没吃醋，我是在维护你龙小弟的形象。原来我在老大的心中还有形象呢。那当时在宫里是谁说的这个？哎呀，全世界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啊！要不然这样吧，老大，你呢就承认你吃醋了。那我吧，也就看在你心里难受的这个份上，我就做一个美色当前不动摇的柳下惠。要不然我这一连10个晚上都在这儿喝素茶，我受不了啊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站住！不行，老毛病又犯了。上次对我也是，差点假戏真做。我告诉你啊。万苏姑娘不一样，她心有所属的，而她心里喜欢的人是帮咱们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对她打主意。得了吧，上一次你也是这么骗我的，说什么非龙三不嫁，不能动心腹手下的女人，是吧？又想故技重施啊！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
我不会骗你的，真的。你知道咱们抢官印为何这么顺利吗？因为在刘德昭身边有咱们的内应，而这个内应就是万苏姑娘她的心上人。如果你真的对她起了什么色心的话，那你就是轻重不分、见色忘义的大坏蛋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骗你是小狗。好吧，那我就暂且放过你。老大，其实经过这些日子以来的见闻吧，我还哪有心思风流快活，只不过想逗逗你罢了。不过呢，我倒不像是某些人，表面上一本正经的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其实就是吃醋。这个康熙真是色心不死，想找机会撩拨欢梅。欢梅，你可一定要守住，万万不能对咱们的死敌动心。懒得理你，我。哎，龙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小女子恭送大人。看看，人家万苏姑娘心里压根就没有你，催你走呢，别赖着了。好酸啊，好酸啊！好了，万苏姑娘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孟兄，李兄，秋桂一直在对面的房间监视你们，刚刚才走的，现在可以放心回舒府了。多谢孟兄。钦差大人，这个就是孟祥和，我刚刚跟你说的万姑娘的心上人，也是一直帮咱们的好汉。怎么样，比你长得英武吧？你越是拿话呛我，就越说明你吃醋。多谢孟护卫相助。大人客气了。这些年，卑职在刘大人身边，大小官员见过无数，真正一心为民的，只有你。卑职很是敬仰大人，能为大人尽绵薄之力，是卑职的荣幸。那孟护卫多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婉妹，孟哥哥，婉妹，孟哥哥，你总算来看我了。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机会。这下好了，我与刘大人的10年之约明日期满，我们可以远走高飞了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婉妹，你且收拾好东西，明日我来接你。那咱让我先坐会儿，坚持不住了。那才，那才，拿好这个金牌，马上去找玉八赞，让他派救兵去救皇上。快去！不，我去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才，你要明白，我死了，后宫里还有皇后，我们赫舍李氏还有其他的兄弟子侄，只要皇上平安，我们赫舍李氏就还有希望。可如果皇上出了危险，就不光我们赫舍李氏完了。是我们整个大清都危险了！快走！不，走，快走！我不管，什么完蛋都可以，我不能没有衣服。走，我们走。这傻孩子，走啊，走啊！傻小子，走。好吧，我们走，走，这儿，走。
之后不说了。大人。祥和呀，你这伤势如何啊？已经好多了，多谢大人关心。祥和啊，我让你查的咱们这边的奸细，你查的如何了？还在调查之中，目前尚无进展。大人，卑职还有要事想跟大人商议。讲。家父先逝之时，曾让卑职保护大人，卑职立下10年之约，守护大人10年。今日刚好是约满之日，在下想辞去一切职务，隐归山林。祥和呀，你已经想好了，决定了，不愿意再继续追随我了？卑职生性散淡，不宜久居官场，望大人能成全。也好。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我也就不强求了，人各有志嘛。不过啊，既然这样，你呢，再帮本官完成最后一项任务，然后你再走，你看怎么样？卑职定当尽力。大人有何吩咐？你今夜一定要潜入书府，帮我把丽嫔给解决了。大人，你是让卑职暗杀丽嫔娘娘？不错，现在我们暂时把这个钦差龙三给稳住了。可这丽嫔娘娘身怀着龙胎，如若回宫之后产下皇子，到那个时候可就是后患无穷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给她铲除了。大人如何得知丽嫔娘娘怀有龙胎？孟护卫，这事儿啊，不瞒你了。其实我早就已经收买了书府的管家，他告诉我，丽嫔娘娘的奶娘近几日很是欢喜啊，每天都给丽嫔娘娘煲各种汤水。结果，就在前些天晚上，小姐，你再吃2盘，你现在都已经怀了龙胎了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只不过是奶娘的一句梦话而已，大人何必当真？对，是一句梦语。不过这奶娘所煲的汤水之中放的，可全都是安胎的药物。对于这种事儿呢，我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即便是这丽嫔娘娘她这次没怀龙种，那现在皇上这么宠幸于她，将来也有大把机会啊。到那个时候，那丽嫔娘娘能够放过咱们吗？所以说呀，必须尽早铲除。可是钦差大人带了许多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丽嫔娘娘，况且卑职的伤至今还未痊愈。祥和呀，这样啊，今夜呢，我先约这个钦差大人去喝花酒，先调走他一半的护卫，然后我再派一帮人马潜入到书府当中，引开剩余的一批护卫，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下手了。大人，书剑之死已有诸多蛛丝马迹指向大人，这个时候如再杀了丽嫔娘娘，那钦差大人会更加怀疑您。他虽然是收了大人的贿赂，但难保他回京不会出卖您。哎呀，这祥和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！啊，容本官好好的想一想。祥和呀，你这腰间这把刀，可是你爹留给你的。回大人，这把刀乃是卑职的传家之宝。我记得这刀柄之上有你爹亲手刻的一行字，可否让本官一看呢？是，大人。
真是一把好刀。拿下！别挣扎了，孟护卫，没力气了吧？啊？知道今天早上你喝的汤药里我加了什么佐料吗？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孟祥和，亏我那么信任你，我实在是没有想到啊！你竟然跟这个龙三勾结在一起。大人，卑职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还在骗我什么？昨夜我已经查明了，就是这个钦差龙三劫走了我庄严之内的观音。大人，您说龙三大人，他是盗取官银之人，大人可有凭证？你要凭证，我就告诉你。舒府管家说了，官银失窃的当晚，龙三和他的一干护卫根本就不在舒府，而是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，个个黑衣蒙面，行踪诡异。而那个龙三，天亮的时候乔装成一位老人出去，我画了画像让管家看，没想到，姓艾的客商就是这个王八蛋乔装的。老子现在脸上的字到今日还没洗掉。孟祥和，你还不知道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我们给奶娘下了迷魂药，她可什么都说了。孟祥和，你快走开！小姐现在已经是皇上的嫔妃了，而且还回了龙潭。祥和呀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实在是想不通啊！你与那钦差龙三无亲无故，并不相识，你居然勾结他背叛于我！我知道，这么多年，我赏赐你的银两你都收下了，我赏赐你的丫头你却不收，这是为什么？你心中早已有了人了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！你心中的那个女人，居然是舒剑的女儿舒婉金。你和丽嫔早有私情。没错，我心中的人就是舒婉心。大人，你有恩于我不假，孟某在你身边护卫10年，平日你待孟某不薄，孟某从没想过要出卖大人。卑职是不愿看着大人一步一步陷得更深。大人，你也听卑职一句劝，切勿再行伤天害理之事，回头是岸吧，大人。什么？这里有案吗？这有案没有啊？啊！我早就知道了。钦差大人龙三收我的金银财宝跟美人，只不过就是为了麻痹本官。龙三进京之时，那就是我刘德昭赴死之日。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能有什么退路啊？大不了就拼死一搏。待他死后，我就将这个责任推给那些牛角寨上盘踞的山匪。大人，你可曾想过，牛角寨位于山西境内，就算皇上信了，钦差大人和丽嫔娘娘死于牛角寨之手，可你身为山西巡抚，你逃得了失职之罪吗？失职之罪，祥和呀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经本府调查，钦差龙三勾结牛角寨上的钱明余孽，他不但伪造圣旨，还勾结这些山贼打劫官府的库银，因分赃不均，起了内讧，自相残杀而亡。本府率兵剿灭了牛角寨，如此一来，你觉得皇上还能追究我失职之罪吗？在钦差龙三伪造圣旨在先，早已犯下了杀等之罪。大人，先把罪名嫁祸牛角寨，现在你又说钦差大人伪造密旨，我让你明白你是怎么死的。
看清楚了吗？自从知道龙三敢劫取官银，我便觉得此事蹊跷，便吩咐管家暗中留意。没想到，还真让他逮着了机会。溜进了龙三的房间，便发现了这些东西。结果我们仔细一看，看出了破绽。这玉玺还有密旨，是假的呀！不可能，钦差大人手中还有一道密旨，奉旨调查书剑遇刺一案。那封密旨，卑职仔细看过，绝不可能造假。兴许他是奉旨查书剑之死，可是他竟然胆大包天的想要插手山西政务，情急之下才伪造了圣旨还有玉玺，这叫什么呀？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闯进来。求贵，龙大人在尔等脸上刻字，是希望你们能够精心反思、悔罪改过。你们居然执迷不悟！你放屁！他龙三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在我眼里，他只是一个虚伪狡诈、蝇营狗苟之辈。你也在官场混了10几年了吧？就这么点小伎俩，就把你给蒙蔽了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龙大人不想与尔等同流合污，尔等居然痛下杀心。你们才是自寻死路！大人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！大人，大人。也罢，我曾答应我父，守卫你10年。如今10年之约已满，我也算不负信义。刘德昭，我既已落你手里，这条命就任你处置。祥和，你跟了我10年，也守了我10年，救了我几次的性命，我刘德昭心中未曾不感激啊！可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呐！你把我刘德昭逼到了绝境，把我刘氏的全族逼上了死路啊！祥和啊，别怪刘德昭，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带下去。走。离天黑还有6个时辰，但愿不要再出什么意外才好。